即时咱来做伙吟唱，伫早起时咱所要吟唱，伫礼拜中咱做伙吟唱的诗歌，圣诗第194首，圣诗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咱来听琴大一遍吼，来。 这首圣诗是较近期所创作的诗歌，所以咱求上帝特别扶持，因为这是一个祈祷的诗，咱求上帝帮咱，互咱看见、听见，并且开咱的心，互咱知。 伊甲咱做伙伫地，做伙来吟第10就好，预备来。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以我手中有奇妙所示，伊会打开主显真理，当我听见被天。 我心变变爱你之心，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心。愿我咱拢做伙会当听见上帝对咱讲话声，请咱做伙来献开圣诗第594首。 咱嘛来听琴大一遍吼，来。我相信伫过去即礼拜内底，真侪人伫几工前拢困无啥好势，伊半暝就互地动来摇醒。 假使有主甲咱伫地，不管咱去到倒位，拢免惊。咱做伙来吟这条圣诗来预备来。我心的摇曳，主是上苦我，跌靠被出现，是温保我。我那别在困窘那。 你的家，救主那的主来，红颜我的家。这条歌其实是咧形容迄个门徒坐伫船内大口安尼风雨，一直摇，洋要将门徒安尼迄落船。 这就敢若咱今仔日拄着地动共款，所以拄着地动会惊吓，总是愿上帝帮助咱。咱来做伙来读第2节的歌词，做伙来读下来。路途虽然暗，主带路因指示，我只有着叹，逐项伊排比，世上亲像浮云，靠济拢无稳。 主变稳袂改变单，逐项拢有准。咱做伙来吟第3节吼，做伙来吟。预备来。一念万条我拢免失去，你无放下我，我无杀你，我所见过万事，在我的高心，已无挂断的事，唯有我高进。请咱安静咱的心。
今日希望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请咱备办心，咱要参加来敬拜，请将你的手机调伫震动还是关机。着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伊就要高声恁。三角的金诗圣诗194首，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去。现在请起立，咱来吟全首。为我的心，互我的
咱悠然徛地，咱要用数道的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也这请坐。这是咱要三角的启应，启应文18篇，圣诗后面启应文18篇，也是第1031页。现在我来启，兄弟来念。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互阮。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创造万物的主，愿感谢你，感谢你赏赐活命甲平安，引带阮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学了你，求你的神来感动阮。我看见你极大的疼痛，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的道成肉体，互世间人带来盼望。愿知你有慈悲，佮充满怜悯，愿你施恩赏赐拯救，互阮通进入主的疼痛恩典中。愿知伫阮人生的路途中，袂免得有悲伤，有苦难。或是可悲试炼，或是夭饿伤悲，恳求你加添阮力量，赏赐阮有智慧，免得阮做出得罪你的事。阮看见伫世界各地，因为人的贪心，有侪的战争暴力，对自然的破坏，天灾不断。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上主创造爱莲乐园甲人类的荣耀甲美好。亲爱的主，恳求你怜悯世间人的无知，帮助阮愿意学主的宽恕，甘愿谦卑，屈价家己，诚做奴仆的样式，用福音的大气力，用来听人来珍惜阮的环境。近来台湾因为伫地动、花莲东部地区，侪人甲侪所在道路无通，侪人性命财产受到影响，生活伫惊吓中。阮特别为着这个灾害来祈祷，求做怜悯、安慰临到，通过侪人的疼心，帮助受灾的同胞来得到帮助。心灵得到安慰。这时，阮阁要对你的奴仆领受你的教示，求圣神开阮的目睭，信神临到阮的中间，安静阮的心，通过吴牧师的嘴开听你的道理，成做阮人生日日的帮助。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这是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创世纪22章第1节到14节。创世纪22章第1节到14节。现代中文译本第17页，现代台语译本第30页。现在我来读。
这个代志了后，上帝考验阿伯拉罕，叫伊讲：阿伯拉罕，伊应讲：我伫遮。上帝讲：你带你独一个囝，你所疼的以撒，去摩利亚地区，伫我要指示你的一座山，将伊献做烧化祭。隔日透早，阿伯拉罕甲驴仔白鞍，带两个仆人甲伊的囝以撒，甲烧化祭要用的茶破好势。出发去上帝所指示伊的所在。到第3日，阿伯拉罕夜头看到远远迄个所在，阿伯拉罕对伊的仆人讲：恁甲驴仔踮遮听候，我甲我的囝去遐敬拜。后来会转来恁遮。阿伯拉罕将烧化祭的茶，互伊的囝以撒派。家己摕刀甲火种，然后两个人做伙去。第7节，以撒甲伊的老爸阿伯拉罕讲：阿爸，伊讲我的囝，我伫遮。以撒讲：火种甲茶咱拢有，毋过献烧化祭的羊仔伫倒位？阿伯拉罕讲：我的囝，上帝会家己准备烧化祭的羊仔。两个人就搁做伙行，因到上帝指示的所在。阿伯拉罕伫遐起祭坛，将茶摆伫祭坛顶。伊甲伊的囝以撒绑着，下伫祭坛遐个茶的顶面。阿伯拉罕就甲刀举起来，要抬伊的囝。上主的使者对天顶叫伊讲：阿伯拉罕，阿伯拉罕。伊应讲：我伫遮。使者讲：毋通下手，毋通伤害即个囡仔。但我知你敬畏上帝，袂将你独一个囝留地，无毋互我。阿伯拉罕举头看到后面有一只羊，停伫规坡的树仔。阿伯拉罕就去甲迄只羊掠来，代替伊的囝献做烧化祭。阿伯拉罕甲迄个所在号名做上主以勒。到今仔日，人犹在讲，伫上主的山，伊会看眷顾。以上即是要请圣歌队来学乐，因要献的是《神羔羊》。
这时吴牧师要来正道分享的题目是上主的亲自有备。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这时我要邀请，虽然即礼拜内底有人暗时困无啥好势，拢有去互地动摇醒。虽然即礼拜可能无真稳定天气，总是上帝平安要甲咱做伙伫地。所以邀请咱大家附近的兄弟姊妹讲，上帝平安要甲你做伙伫地。这是开始了。咱嘛会当起身，搁较侪人讲上帝平安要甲你做伙伫地。做伙来祈祷，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你知阮就生活伫一个无真稳定，阮甚至毋知影明仔载阮会拄着啥物代志的人生，以及世界，总是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因为阮相信，虽然世间有侪无稳定的代志，甚至阮的身躯有时也有背痛、疼心，总是上帝，你要甲阮做伙伫地，你不管阮伫啥物款的情形，阮相信你要亲身为阮陪伴，你的平安。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照犹太人的传统，就亲像咱读到创世纪12章一开始，咱所读到的亚伯拉罕就照上帝的话，对家己本地本家甲老爸家就出去。这是上帝犹太人传统讲，这叫做亚伯拉罕的第一项考验。然后伫伊的人生内底有经历10项的考验，一直到第一遍，上帝爱伊出去，当伫伊人生的尽头，第10回的考验的时，上帝搁一遍爱伊出去。创世纪22章第1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这个代志了后，上帝考验亚伯拉罕，叫伊讲，亚伯拉罕，伊应讲，我伫遮。就亲像第一遍，上帝咧呼叫亚伯拉罕，伊就回应。总是伫即个第10遍、第10项的考验，就是一个搁真实、搁残忍、真黑暗，搁互人听了真不安的吩咐。创世纪22章第2节，上帝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带你独一的囝，你所疼的以撒，去摩利亚地区，伫我要指示你的一座山，将伊献做烧化祭。上帝伫这个第10回的考验内底，互亚伯拉罕搁一个出去的吩咐甲命令。总是爱伊带伊所疼的囝以撒到摩利亚献祭互伊。这也是神学家伫亚伯拉罕的故事内底，因上满多理解的经文。这个故事，这个描述，互神学家上满多了解。因为因咧问一项代志，是啥物款的上帝爱一个老爸做即种代志？阁有啥物款的老爸会接受即种命令？听有意思哦。所以咧问上帝嘛，咧问人有啥物款的老爸，有啥物款的上帝会做即样代志？总是创世纪22章第3节，刷落去咱读到即款的描述，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隔日透早，亚伯拉罕甲驴仔。把碗，带2个牧人甲伊的囝以撒，甲烧化祭要用的茶泡好势，
出发去上帝指示伊的所在。迄个碗，迄个台语真特别吼，迄个马鞍啦吼。迄个碗吼碗，是安怎阿伯拉海会当为着青云的一个城市，甲上帝安尼讨价还价？啊，这个时阵煞点点无讲话呢？听有意思吼？阿伯拉罕真正会当为着一座城，这座城的内底，伊大部分拢真青云毋捌。伊会当为着伊即座城的人，上帝安尼讲啊，内底若有好人，若有无辜的人，你着无伤害因。啊，是安那？即个时阵，阿伯拉罕无讲话。巴度即位东正教的传统犹太人有一个特别的观点，伊认为上帝对阿伯拉罕即时即个考验是毋望伊直接拒绝即个命令。所要传达的信息是，上帝无爱遐敬畏伊的人，用上帝的名，就是为着服侍伊、服从伊来做残害人命的行为。所以巴度即位神学家认为，只要阿伯拉罕敢对上帝安尼讲歹势，我无法度照你的办理，因为这样代志根本上就违背你家己的约定，这样代志就结束。总是咱读着毋是安尼吼，咱读着毋是安尼。确实阿伯拉罕会当提醒上帝，当伊甲拿阿咧立约的时阵，创世纪第9章第50到第60节，伊就讲出，当该隐杀害伊的无辜的兄弟了后，上帝所定落来的原则，就是凊彩流人的血是毋对的，甚至是有罪。所以伫遐创世纪第9章伫遐已经有讲好势啊。所以就是上帝的命令，嘛袂当将即种杀害无辜囡仔这项代志反转变做是，就是上帝讲话出命令嘛袂当安尼。是无毋对，咱袂当用现代的标准来形容阿伯拉罕的迄个时代。伫族长的时代，杀人甲献人做烧祭是完全无共的。流人的血叫做犯着拿阿的约，因为当时佫无十条戒。总是烧祭是将你所上爱的献予上帝，而且佫包括你上爱的人。总是阿伯拉罕检采有权牺牲伊所有的，只要是属于伊的，包括伊的性命、健康甲金钱，总是伊的囝无共啊，因为伊的囝是有上帝的迄口气的人啊。上帝伊是有性命的人啊，伊是有上帝独一无二迄个形象的存在啊。创世纪22章第40到第50节，续落安尼讲，做伙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第3到第3节，阿伯拉罕举头看到远远迄个所在，阿伯拉罕对伊的仆人讲：恁甲女仔踮遮听候，我甲我的囝去遐敬拜，后来会转来恁遮。所以摩利亚地是啥物款的所在？是爱对别是巴，因当时住伫别是巴，迄个所在行3日才会到。照传统，搭这个所在其实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就是后来起做耶路撒冷圣殿。根据对倒来，对历代志下段第3章第1节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罗门伫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动工起造上主的圣殿。这个所在早前是亚伯斯人阿罗那的古角场，
上帝捌伫遐对所罗门的老爸大卫显现，所以大卫决定要伫遮起圣殿。不过，搁较早伫大卫之前，上帝已经吩咐亚伯拉罕带伊的囝，就去摩利亚山，有看到无？摩利亚就伫遮。所以伫遮其实是要显出亚伯拉罕伊的信仰。亚伯拉罕的信仰是啥物话？我毋知影是，我无了解是安怎，是安怎上帝要安尼做，上帝要安尼吩咐。总是我愿意相信即位无受地域限制、无受人的理性、公义、道理、是非、乌白限制的上帝。所以，伫遮是咧显出亚伯拉罕的信。所以，当亚伯拉罕向上帝讲话，伊有提起后来会转来。这原文是复数对两个人的意思。这表示亚伯拉罕已经知影吗？所以有人讲亚伯拉罕是先知，嘛是对遮来的吼。已经知影讲因两个会转来吗？恐惊毋是哦，伊只是相信上帝尔。创世纪22章第6节到第7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亚伯拉罕将烧化者的茶，予伊的囝以撒害，家己手提刀甲火种，然后两个人做伙去。以撒甲伊的老爸亚伯拉罕讲：“阿爸，伊讲，我的囝，我伫遮。”以撒讲：“火种甲茶咱拢有。”毋过，献烧化者羊仔伫倒位？当以撒在问亚伯拉罕，迄个羊仔献祭的羊仔伫倒的时，犹太人经典米达斯，伊安尼描述，伊讲这个时阵，迄个邪恶的天使撒麦尔来献身，就直接骂亚伯拉罕。伊讲：啊，你这个老的啊！你咧创啥？啊，你是戆呆啊，是无？你真正要杀迄个好不容易伫你8岁才生落来囝吗？亚伯拉罕安尼应讲是。邪恶的天使刷落去安尼讲，伊讲你若将以撒献做烧祭，会拄着上帝责罚。明仔载上帝对你讲，你这个凶手你有罪。亚伯拉罕无受这个话影响，应讲我嘛愿意。所以这场迄个伫以色列人想象中的对话，咧凸显这个故事内在的矛盾甲冲突。无管是哪家认为，伫这个故事有讲的比无讲的比有讲的较侪。伫这个故事出现的问题，比答案搁较侪。创世纪22章第8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亚伯拉罕讲：“我的囝，上帝会家己准备烧化者羊仔。”两个人就搁做伙行。迄个准备，伫希伯来的原文是叫做看见。一般拢叫看见，总是伫遮是咱的中文翻译来翻译做准备。上帝亲身准备，就亲像咱上尾读到迄个加落来注解，叫做上主以律。上尾的迄个注解，有一个注解叫做上主以律，然后。迄个新的日本来翻做伫上主的山，伊会看顾，就是咧讲这样代志，就是陪伴甲看，其实是同款的意思。特别伫希伯来原文，大部分拢讲看。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亚伯拉罕是咧讲，上帝会家己来看见。来陪伴这个烧化者羊仔，
所以阿伯拉罕的话是伊的直觉，也是伊相信上帝的，咱毋知影。不过这个时阵的伊已经知影这样代志。上主是全能的，伊阁体会到这个上帝，伊所倚靠的上帝是一个永远实在的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信上帝的人头前来行，有时阵咱会拄着迄个咱无法度明白的代志，咱甚至会上帝问讲是安怎？上帝啊，你是安怎会互这样代志发生伫我的身躯顶头？总是咱搁头前行看卖啊嘛，头前行的路径会渐渐明白，伊要亲身互咱看见，伊要亲身备办伫迄个所在。虽然伊所备办的检采毋是咱所想所求。有时也超过咱所求所想，总是上尾检采咱的亲像保罗共款，就真明显来了解这个代志发生的原因。罗马书第8章2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咱知万汉书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所以阿伯拉罕对以撒的应答，检采也是阿伯拉罕相信甲顺服的声明。这也是一个开放性的应答，因为阿伯拉罕并无直接应答以撒，原因真简单，检采即时伊嘛毋知影以撒伊所摕的囝。当时囝是毋是真正是上帝所要爱的祭物，伊毋知。创世纪22章第9节，所以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因到上帝指示伊的所在，阿伯拉罕伫遐起祭坛，将茶摆伫祭坛顶，伊甲伊的囝以撒绑地，下伫祭坛遐的茶的顶面。所以，这个故事到这就开始变慢动作，将现在细节对起坛摆茶、绑以撒，上尾将伊绑了后，将伊就放伫迄个祭坛顶头，亲像迄个慢动作共款，即款的描述。传统相信，伫信仰的传统内底相信。以撒因为信，有同意老爸的做法，总是以撒敢真正心甘情愿吗？咱通想看卖啊，以撒就好，以撒咱真正心甘情愿吗？所以后来伫犹太人的传统内底，所以伊嘛有即种传统讲，以撒因为这样代志着惊，所以后来就戆戆。以撒迄个时阵毋是囡仔哦，伊是会当排茶的迄个小可会当排茶的囡仔哦，所以毋是袂当反抗伊的老爸哦。总是传统是相信以撒因为信来同意老爸做法，总是这个经文并无互咱答案，对无？经文无。不过后来真敬虔的犹太人，因逐日早起时起来会早倒，会背这段经文，真特别哦，因会背这段经文。所以这个捆绑以撒，这个也称做犹太人分扫角的节期，隔工会伫会堂内底所读的托拉其实是五经的意思吼。犹太教称这段经文叫做阿卡达，就是事实上就真重视这个经文。咱所读的22章的第9节，伫基督教的传统内底，咱是安那传承
安尼来传承这项代志。希伯来书第11章1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信亚伯拉罕受考验的时，献以撒做祭物，就是承受应允的亚伯拉罕欢喜献伊的孤囝。真出名的神学家也是哲学家齐克果，伊捌写一篇专门的论文，这个论文的名叫做《行侠甲战争》战争。这个文章内底，伊认为亚伯拉罕将家己的道德原则放一边，显出伊的信心。总是咱搁深入来想，为着神牺牲家己所疼的人，违背伦理良知的原则是对的吗？敢讲这敢无违背信仰吗？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段故事凸显生命有时极其无奈的代志的所在，就是有信仰，嘛无保证人生真美好、真平安。生命中有时确实会因为无奈来牺牲家己上疼的物件，甚至是人。伫人类历史顶头有真侪悲剧，伫十字军东征的时，伫欧洲宗教审判的时，伫纳粹屠杀犹太人期间，有真侪亚伯拉罕做出类似杀害以撒无奈的决定。因侪人是毋愿放弃信仰，因侪人话是为着避免家己就是厝内底的人拄着折磨、拄着强暴、拄着杀害。创世纪22章第10节到11节，煞咧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亚伯拉罕就把刀举起来，要杀伊的囝。上主的使者对天顶叫伊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伊应讲：我伫遮。咱来知影规段的故事内底，上帝3摆讲话，亚伯拉罕3摆应讲我伫遮。伊的第2摆应答是回应伊的囝以撒。所以不管是出对上帝，也是出对细汉囝的嘴，伊拢用我伫遮，这个随时备办听见的态度来回应。咱有法度来体会，当亚伯拉罕举刀，迄时阵伊内心的悲情甲伊的相信，伊心内底有可能咧拍角，充满热力强的冲突。创世纪22章第12节煞咧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书者讲，毋通下手，毋通伤害这个囡仔。但我知你敬畏上帝，袂将你独一的囝留地，毋互我。这个故事一开始是上帝考验出考试，上尾是伊的供应。加尔文是安尼直接来解说讲，这个故事是上帝命令甲应允互相冲突。因为以撒对上帝应允的囝，结果这个时阵的命令煞甲迄个冲突有互相冲突啊。马丁路德认为这是上帝自我矛盾。犹太人的米达斯是安尼描述：亚伯拉罕即时上帝讲：上帝啊，你知我已经准备好啊。上帝讲：你已经表现了真明白，我知你甚至连灵魂拢会献互我。亚伯拉罕问伊讲：若安尼，你拢知是安怎？你要互我即款的折磨？
上帝讲，我要互世间人认捌你，我竞选你，毋是无道理，因为世间人拢见证着你敬畏我。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上帝的主权，考验出伫伊，总是人照伊的话，伊却出声来阻止，亲身来陪伴，却显出伊的怜悯甲信心。马丁路德承认这项代志，伫伊的讲道篇内底，伊讲，用人类的理性嘛无法度明白，是安怎上帝的命令甲伊的应允会发生冲突，总是这就叫做信心。一个相信的人是随时准备听见回应，所以当伊吩咐，咱会讲是上帝是。总是伫伊应允的所在，咱嘛会讲是上帝是。总是问题是，咱两个冲突的时阵要安怎？创世纪22章13节到14节，上尾咱读着这段经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阿伯拉罕抬头看到后面有一领羊犅，甲甜伫围抱的树仔，阿伯拉罕就去甲迄只羊犅掠来，代替伊的囝献做烧化祭。阿伯拉罕甲迄个所在号名做上主以列。到今仔日，人还在讲，伫上主的山，伊会看顾。咱已经知影，伫第8节的所在，迄个备办有备是看顾的意思。所以当亚伯拉罕互使者阻止的时，伊就举目往四边四围来看，既然互伊看到一只羊犅，相信这就是上帝亲身的陪伴。亲爱兄弟姊妹，伫咱游牧找无出路的时，上帝往往要伫甲咱相拄着的迄个所在来陪伴。伊的陪伴需要咱闭目睭好好看见，才看会到。台湾新南医的曾宗顺老师认为，这段记事是上帝反对囡仔是老爸财产的观念来写。伊认为，上帝对人考验的重点，毋是伫阿伯拉罕是毋是奉献伊的囝，是伫伊是毋是愿意将伊的囝交代予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主伊是考验佮供应的上帝。上主嘛是毋是伫人的理性辩论的中间，因为伊是自由的上帝，伊用考验来认捌属伊的子民。明白啥物人信仰认真、专心敬畏，这位上帝佮亲身陪伴，互遐个谦卑相听的人，输了真歹解说，佮美好无比的礼物。马丁路德是安尼讲，伊讲考验甲供应看起来亲像冲突，咱只会当伫上帝话内底得到和解。咱做伙来读《希伯来书》第11章19节，做伙来读。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阿伯拉罕的信仰就是安尼。伊认为伊就是伫死亡的进前，上帝有缘有法度带来新的生命。随上阿伯拉罕的故事，也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故事。因为只有顶十字架的考验，才会当互伊的国活，成做永活上帝终极的供应甲陪伴。
换一句话来讲，搁我就是伫死亡的绝境内底，上帝亲身陪伴新生命的神业。伫那些大屠杀的期间，有一个互人心疼的故事，就是有93名犹太少女，当时就读伫波兰的第二大城，这个第二大城叫做克拉考的一间犹太教会学校。当德军攻破迄个城了后，就计划要将这93名的犹太少女送去德军的部队内底做妓女。所以迄暗因就集体来自杀。伫食毒药进前，因写一首诗。这首诗是安尼写：死亡并无可怕，阮要去见上帝。阮有性命的时服侍伊，知影怎样用死来显出上帝的神性。阮已经通过试验。迄个捆绑以杀的试验，亲爱兄弟姊妹，所以请毋通凊彩来解读，就是解说这段经文。就亲像我伫这个讲道内底进前就讲过，随上这个故事有可能提出来问题比答案较侪，凊彩来解读。就凊彩来摕来做咱行为的指南，可能会有真毋对的解读，因为凊彩错误解读，会掠做这段经文是爱咱完全放弃家己心智辨别的能力，盲目来服从在上的权威，就是这个圣人的话。上帝伫这个故事内底看起来真矛盾，总是这个故事本身本来就毋是要提供一个完整正确的答案。对这个观点来看，这诚做一个真完美的教材，要互咱明白上帝甲人中间，以及人甲人中间，伫这个世间内底有关公义的现况，限制甲无完美。阿伯拉罕捆绑以撒，也将咱这个人平凡的人生故事来放大，因为这项代志嘛，凸显出有时咱人生所要面临的选择，有时不管安怎选择，拢有迄个咱无法度确定的所在，总是咱需要选择。当咱选择的时，咱要安怎来分对呢？总是加在咱是相信上帝的人，因为上尾咱深信，就是伫死亡的面前，上帝拢要亲身来引带咱看见，伊要亲身来陪伴。做伙来祈祷。主求你赦免阮，你赦免阮侪选择内底的愚妄，有时阮造成伫阮甲人中间，阮甲你中间有侪的矛盾甲困扰。主求你赦免阮。有时阵做啥物款的选择，有时阵拢毋对。求上帝怜悯阮的有限，求上帝赦免阮，知影你是阮的主，知影虽然阮无法度了解是安怎，这个代志会发生，总是上帝求你甲阮做伙伫地。互阮看见，阮的人生确实有侪无确定、无完美的所在。
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伫即个无确定的世代内底，真正行出军队你的路，真正知上帝你要引带阮，帮助阮，互阮伫阮所听的人身躯顶头，去看见上帝你爱阮所尽的责任，帮助阮伫阮应该出嘴来互相分享、互相支持的时，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知你要甲阮做伙伫地，就是到阮的路尾，即条性命的路尾时，主阮也知你要亲身陪伴，互阮看见，伫死亡面前，你要赐予阮新的性命。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吟回应的诗歌594首，594首，我心免犹疑。请起立来吟全首。我心免犹疑，主是上有我，天下未出现，是阮保护我。我那天在困求，你未将，求主他的出来，红颜我未了，路途虽然难，主他路之时，我只有叫他已爱你，世就亲像不分，靠在龙无分，主耶稣为改变，大龙无尊，一言万了我的心情，一个放下我，我萨利，我所见为万事赞我见我心，一无挂断你心，没有我高兴。请坐，这点要来奉献，请陈美智、萧素娥接续来书献。
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阮相信是你想事，阮才会当通徛伫你的面前，求你帮助阮，互阮所行的一切有利益伫你的旨意、你的教会中，互阮所行的、所办理的一切事合你心意。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兄弟，请坐。即时来报告的大声，咱来看即本周的金句，记载伫听书单的顶面。我读一遍，兄弟来读两遍。咱知万行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罗马书8章28节，请。咱知万行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罗马书8章28节，咱知万行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罗马书8章28节，请咱掀开周报第一页。下周的事项。甲周间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教育部的课程甲小组的聚会咱请兄弟照这个时间上线来参与小组的聚会。奉献的名册，然后出入的请办公室也是这个相关的中级来经证。消息报告，请看第3页。本主日。财务部会要伫中昼12点半，伫702的教室来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主日2的会议伫12点半伫9楼召开，请老师同工出席来参会。妇女团契伫礼拜后会伫701来聚会，请兄弟来参与。主日5月初5是青年时光纪念主日。请为这个事工来代祷。5月份的日月的中集是黄文光长老执事是李正业加吴文仁执事。请为花莲赈灾来中建来奉献，请大家为着花莲这个地动的灾害来奉献代祷。到5月初5早子请用家己的奉献袋且爱注明。华人的赈灾回正了后统一由教会也是来总会这边来汇款传道部伫后礼拜中昼12点半至701要召开，请部员出席参加。教会消息，5月份的祈祷会是伫5月11日拜六暗时7点伫6楼的副堂举行。2024年咱汤教会的夏季学校约这主题是约招生的对象是暑假了后要升国小2年到国中1年的小朋友。费用是1000块一个人日期伫7月初3到7月初6为8点半早起8点半到5点半7月初7迄个主日。8点半到12点，伫咱教会。报名查询的时间是5月26。
咱会当兄弟会当扫 QR code， 鼓励咱的子弟来参与。教界消息，新竹中会福禄寿工部音乐见证分享甲查经会伫5月16日拜四伫10点到下晡3点讲师两位，一个是廖雅慧老师因要做音乐的见证甲分享。另外一位是咱本堂陈美智执事伊要来分。讲题是读圣经、听见证、讲故事。报名费用是这个每一人200块，但是教会要补助100块请咱苏怡林会长来报名咱通统计人数准备便当。其他消息。桃园合作社的女干事会，伫5月初512点半伫702教室要召开，请女干事出席。下面请牧师来介绍新朋友，甲补充报告。我手中无摕到新朋友的资料，毋知咱中间有第一遍来到咱中间即时会当我来介绍伊伫咱中间的无？我妈妈今仔有来，所以请伊嘛徛起来，互大家熟悉这个我妈妈伊拢固定3个月来看医生啦我就会载伊四界去看医生互医生看啦看医生有好无看医生有好无？迄个无我来小可介绍咱即边的。学几学校，我要特别，因为咱的音乐营即摆已经报名杂志，所以线来特别来推销，大家推销即个学几学校的报名的情形，所以要拜托咱大家会当烧招咱附近的即个家庭也是厝边有囡仔，会当招伊来报名学几学校咱的即个杂志的日期嘛真晚，是到5月底上尾迄个礼拜，所以要请咱大家尽可能来邀请咱附近的遮个囡仔会当做伙来报名。第二项是我昨日前工有拄着四亲兄有咧人问讲，伫沙卡党遐个情形安怎？伊是咱教会内底出入真久。伫社青内底出入真久，总是伊嘛是沙卡党的出来教会出来的青年所以咱即边真严重，对华人因迄个部落的人讲古早拢真惯是迄个地动就互伊动啦华人结果即边因即个地动的过程特别是即个月以来，因真侪人拢无啥敢。住伫迄个厝内啦厝遐内底拄着迄个迄个地动的时，拢会紧撞出去所以咱特别为着华人即边会虽然即摆搁咧地动中啦，我要坦白讲，所以请咱特别为着华人真侪教会以及新南医、玉山新南医，侪华人地区咧中建的过程来祈祷，所以。要邀请咱大家来会使，咱会当奉献。即摆教会就指名为着华人的赈灾来奉献，然后咱会会诊到后礼拜的礼拜日为止，就是咱的教会会诊即咱的一笔款就寄去总会，请总会迄边来善取，会当帮助华人地区的遮个正教会以及新下医，所以要邀请咱大家。即几礼拜来使，咱会当直接来指名来奉献，然后毋忘伫遮个华人地区的教会或是新下医，会当伫中间的过程内底，会当搁较好势，愿上帝平安，真正甲咱做伙伫地。上尾申请宣传即个福禄寿工部所举办音乐见证分享甲查经会，即个5月16号。因要来即个举行，然后即个会不只是毋通看讲这是妇女部办的，就查甫的袂当参加，毋是男女拢会使。所以欢迎咱大家来报名，因会补助咱的即个报名费，所以请咱做伙来参与。会长苏怡林执事来报名，
愿上帝帮咱扶持，透过诗歌的见证，透过圣经的分享，真正上帝的话要甲咱做伙伫咧。即时咱来吟罗伟斌上行的诗歌391首，圣诗391首，俄勒天顶主宰，吟诗线，请牧师祝祷。请起立。俄勒天顶主宰，从这地内。天父上帝永远的听从，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电乐灭岛。平安礼，请兄弟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
算了，算了，那个不吃那出来。